从这个美国太空总署的卫星影片，我们可以看到黑潮是经过台湾，它第一个碰触的地方就是屏东，所以在屏东形成了台湾最美的海景。黑潮画家陈立德为此请工匠制作了大型木架，要用大油画来表现屏东黑潮的雄壮和美丽。他采用欧洲最好的画布和颜料与溶剂，以施中施的技法，直接在画面上混色，做出了黑潮动感，完成了这幅3公尺宽的油画。由于尺寸够大，所以需要2名工匠扶着才能拍照。任何人站在这幅画面前，都会仿佛置身于碧海蓝天之下。欢迎您留言说出您的感受。